所以為咗要傳福音俾你哋呢一班外族人，我保羅成為咗基督嘅階下囚。我相信你哋已經聽過，上帝差派我去將恩典分俾你哋外族人，係佢直接將我以前已經簡單提過嘅奧秘啟示俾我。呢個奧秘係以前嘅人唔知道，直到今日，上帝至藉住聖靈話俾佢所揀選嘅使徒同先知知。你哋可以喺呢一封信上清楚讀到，並了解到我對基督呢個奧秘嘅體會。呢個奧秘就係你哋外族人能夠藉住相信基督耶穌，同我哋猶太人一齊成為上帝嘅後裔，冇界限分別，就好似一個身體一樣，一齊享受上帝各樣嘅應許。我之所以能夠為呢個福音效勞，全憑上帝運用佢嘅大能，白白將呢個恩典賜俾我。我本來只不過係聖徒中最微小嘅一個，但亦蒙上帝大大眷顧，派我將基督嗰份測唔透嘅豐富傳俾外族人，讓全人類都明白一直隱藏喺造物主嗰度嘅奧秘計劃到底要點樣實現出嚟，以至連天上執政掌權嘅天使依家亦能夠透過教會，從上帝喺我哋嘅主基督耶穌身上所完成嘅永恆心意之中，欣賞到上帝深不可測嘅智慧。就因為我哋同主基督嘅關係，我哋憑住對佢嘅信靠，能夠坦然無懼，充滿信心，可以隨時嚟到上帝面前。所以我希望你哋唔好因我目前所受嘅苦而灰心，因為我係為你哋而受苦嘅，你哋應該感到光榮至啱。因上帝呢個偉大嘅計劃，我要喺呢位天上嘅父面前跪下。佢本來係天上地下各家各族真正嘅父親，祈求佢照自己豐富嘅榮耀，藉住聖靈，令你哋嘅心得到力量而剛強起嚟，令基督因你哋嘅信心住喺你哋心裏，你哋又能夠深深扎根喺愛裏面，令根基穩固。我又求佢賜俾你哋足夠嘅能力，令你哋可以同所有聖徒一齊明白到上帝嘅恩典有幾長、幾闊、幾高同幾深，體會到基督嗰份超過頭腦所能夠了解嘅大愛。我更求你哋可以被上帝完完全全管理。讚美上帝，佢嘅大能大力已經運行喺我哋身上，為我哋成就偉大嘅事情。呢一切事情係遠超過我哋意想之外，甚至我哋連求都未敢求過。但願佢喺教會中，同響基督耶穌嘅身上得到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誠心所願。